接下来呢，是我们非常期待的，我们非常期待在教会里面听到美好的圣歌队、美好的诗班为我们带下歌声里面的感动。在2000年前的一个晚上，有一个星星在天上闪耀，一群天军还有天使为他庆祝生日。有一个小 baby 诞生了，你们来告诉我他是谁？是的，耶稣降生伯利恒，为黑暗带来了真光，为世界带来了爱。而2000年后，我们永光联合圣歌队就如同当年的天使天军，要为我们报告最美好的消息。现在，让我们欢迎这一群永光最美好的歌声联合圣歌队，掌声欢迎！